我想港版国安法的一个事情已经造成世界上对香港议题的一个再次的一个注目我觉得这个也是凸显了中共的专制跟集权的一个政权跟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这个有很大不同的一个这个价值观或者一个立场，所以我想这个台湾要挺香港自由跟民主，台湾人要挺香港人，我想这也是台湾社会大家的一个共识因为我们都是共同享有这个自由跟民主的这种价值我想也奉劝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或者中共的政府我想应该是要悬崖勒马我想不要去跨出这样一步我想这个是世界上大家都没有办法这个接受的事情。好，各位媒体朋友，我相信大家这几天都很关心香港的情势的发展那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其实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我们都非常的期待香港的现状，也就是它的自治、它的对自由还有人权的这个保护，都不要受到进一步的侵蚀那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的立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严正的来呼吁，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悬崖勒马，不要违反对香港人民50年不变港人治港的承诺，也让香港社会可以恢复和平跟对话。那么如果说香港的情势恶化，那香港的这个自治或者香港的人权或者自由受到更进一步的被压缩，那我们也要表达一个严正的关心跟严正的这个声明，也就是说，我们会持续的支持香港人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因为我们相信香港的民主自由是我们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进来也在讨论说，我们要如何的来强化协助对香港人的事情那我要跟各位报告，今天早上我有机会跟行政院苏院长有机会讨论，那我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也就是说由我们行政院来组一个专案，那么对于我们香港的朋友提出一个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那这个专案呢，将会由陆委会来负责规划那也会做跨部门的协调来执行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呢，也会盘点我们相关的资源，来对港人的居留、安置、照顾进行完整的规划，包括预算的框定，还有协助机制的明确化等等那我们也希望陆委会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提出他们的规划，那对社会大众来说。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林志莹说就是与其这些想要做什么跟做什么之外，有没有具体的行动？然后他希望能够这个门槛降低，然后帮助更多港人可以移民到台湾。相关的法律底下对于香港的人民进入台湾，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宽松的那在过去的1年其实香港的朋友进入台湾来台湾居住的人数也成长得非常的多。那相较于前1年，大概是成长了41%那也突破了5000人。那我们预期这个趋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那至于香港的朋友进入台湾之后，他们的安置还有他们的就业、生活等等的照顾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会有一个专案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专案的部分呢、是之后都可以适用吗？因为现在香港人也是建议说，是不是要完备整个所谓的救援机制、庇护的机制？那是不是包含说修难民法也是一个可以提出来考虑这样子？我们现在的法律的尤其是港澳关系条例里面的规定是挺多的啊。那无论将来我们这个条例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调整啊？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说明的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也就是我们照顾香港人民的心跟决心是不变的。我们会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让他们可以到台湾来居留、生活，还有工作。会小姐在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她说这个推港版国安法，有可能北京政府下一步就是对台动武，你觉得这可能性到底高不高？其实现在的情势对我们来讲都是要一个高度的注意的情况所以我们确实在这个阶段都要求相关的单位跟部会对整个情势的发展跟预判都要加紧的来做。因为我们说，如果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的话，港澳条例有些地方是不适用的。那香港朋友很好奇说哪一些部分呢？以及说还有台湾很多港资，那这些该怎么办？我们这个制度的调整是看情况而定了但是我刚刚就讲了，不论是怎么样的调整，我们照顾香港人民的决心是不变的。所以被蓝营质疑说切割这件事情，那是错误解读。所以18条会修吗？港澳条例的部分有可能去增订18条里面的条文，或者是增订细项来帮助港人。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的这个授权是足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已经跟行政院谈过了那他们也会提出专案。总统想请教一下，总统请教一下，国军口罩之后，那您现在整个的就是大家入场的人数有增加，那有人是说这个是不是因为您后周辣台派，因为您的关系，所以人数有增加？你怎么看？我们是很希望，就是说，希望台湾更好，也认同我们理念的朋友都可以来加入民进党，让我们可以有个机会在一起来带动台湾的改变总统想那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说有志跟我们一起来努力，能够改变台湾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辣台派们可以来加入我们民进党让我们有个机会。振兴券其实跟纾困的时期的这种现金的发放是不一样的它的目的就是在鼓励消费那也希望透过振兴券的使用有这个消费有乘数的效果那行政院也说了我们这个希望把它设计到最好，能够好领好用那也鼓励大家来多消费，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